唔容易做到嘅。烧肠得，48、19度。吃过的。好味喎呢個！好多人以為配茶係好自我，即係好似藝術咧係好自我。我覺得唔係嘅，我覺得係好客觀嘅。即係你係去成就佢啊，你唔係去成就自己嘅成就。要配茶嗰時咧，我要好集中，即係我連自己都唔參與。配茶咧，你要好謙虛啊！你唔可以話我創造咗你啊！配茶只不過話，哎呀好彩啊，揾到你出嚟。即係好彩嚟嘅係，唔係搓下佢啊，點鬆佢啊？我就攞啲乾茶嚟用嗅覺咧去判斷佢，因為我覺得嗅覺判斷咧就比咁樣泡咗出嚟咧可能會理想一啲啊！一樣泡出嚟你可能泡唔晒佢全部咯。如果我係用嗅覺去，即係好細心去聞佢咧，我可能會聞得比較嗰個豐富啲，同埋原備啲咯。茶葉離開咗棵樹開始啊，或者喺棵樹長出嚟嘅時候啊，每一個部分每一個階段咧，都喺度影響，即係變化緊嘅。實在，尤其是你摘咗佢落嚟咧，佢係同氧化有關。咁你點樣去調教呢啲？點樣去掌握佢咧？你其實係要一路同佢一齊知啊！你唔可以離開佢啊！你只可以同佢一齊行到嗰個終點嘅啫。即係有嗰種秋天嘅韻味，唔係嗰啲春天嗰啲濃郁咯。秋陽又相遇了。好，炒作。係啊！我40年前復活節嗰陣時，咁我記得我求咩？我求我可以有一個聆聽嘅心啊 ，listening heart。其實到40年後，我都仲係希望能夠有呢樣嘢咯。哎，不知道多少年了。第一個人去發現嗰啲嘢可以攞嚟咁樣飲啦，真係好神奇嘅，即係佢一啲香味都冇噶嘛，即係棵樹嗰度。但係佢而家變咗咁香啊，香個香。